困惑嘅時候咧，就甚至只係向 AI 求助啫。問 AI 佢話真係怪。國際大事，兩岸要聞，社區資訊0929，記得講1480有9折啦。WCRC New York 紐約華語廣播電台。國際大事，兩岸要聞，社區資訊，盡在紐約華語廣播。國際大事，兩岸要聞，社區資訊，盡在紐約華語廣播。斯里蘭卡政府表示，正匯送另一艘擱淺、引擎故障嘅伊朗海軍艦艇返回港口，將208名士兵送到科倫坡港進行身體檢查，再送到附近一個海軍營地。另外有15名士兵仍然留喺